我当然不会对帝国的军人用私刑。现在在我面前的是军统的奸细。吐真记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韦景军在上海表现得非常完美，不知道这次会怎么样呢？你根本不会正确使用这种药物，你只是想借助它要我的命。放心，我会非常小心的。报告中佐，大佐找您。请进。吴经理，出租车我帮您联系好了。我有事出去了。好的。怎么了？过来，过来！快去追！是，军统的人。大佐，怎么能像对待犯人一样呢？松开他！是。我们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面的坐下来聊天了。上一次还是在陆军学院的时候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属下追随大佐。这一晃
可有8、9年过去了。当时是昭和6年，那是1931年。那一年发生了柳条湖事件，也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9·18事变。大佐也怀疑我是军统。自从藤原死了之后，我就没有再相信，在我的队伍中还会有什么军统的存在。这一次是你不好，我想木村中佐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我在等待你的解释。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思考，如果你还不能给我解释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把你交给木村中佐了。魏景君，你还有3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不够！进来。大佐，内部已经决好了。木村，2位先生好，小姐好。您就是东肥洋行的行长金井先生吗？小姐，您认识我？我们不认识。那你从何得知在下的姓氏呢？我是从韦景理事那儿知道的。哦，那请问小姐怎么称呼？我姓吴，名叫吴安娜，是香港强华兴业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哦，吴小姐，啊，请坐。谢谢。我是特意来请金井先生帮我一个忙。帮什么忙？我们公司卖出的一批货在广州被贵国军方扣押，我想麻烦金井先生帮我们从中协调一下。如果能够退还我们的货物，我一定会感激不尽。这是一点活动经费，事成之后，我还会再登门拜谢。吴小姐所说的那批货，可是一船白糖？没错，看来我的确没找错人。请问吴小姐，那船白糖卖给什么人了？共产党。
吴小姐，你可要清楚，你说这句话的后果。我知道金井先生的意思。贵国军方现在正在我国华北地区和共产党进行激烈的厮杀，所以双方是敌对关系。我不反对吴小姐的解释，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吴小姐，帮助敌人的人，我们都将视之为敌人。你觉得好笑吗？鉴于吴小姐的所作所为，我方不但不能归还吴小姐的货物，而且不得不将吴小姐留下来，接受我们的调查。请问，您想以什么罪名扣押我呢？通共。没错，我的确是通共了。不过，我认为这项罪名应该由贵国军方来认定。我一直以为，不管是韦景理事还是金井行长，都只是商人。难道金井先生是军人？此言差矣。我虽然只是个商人，但是国家利益自然不会完全弃之不顾。就如同吴小姐一样，不也是在给自己国家的军队运送物资吗？这一点，我跟金井先生完全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在商就必须言商，打仗那是军人的事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我认为商人就应该把利益最大化，谁给的价格高，我就把货物卖给谁。下次如果是重庆政府或者是南京政府，只要价给的高，我一样会卖给他们。那如果我给的价钱高呢？当然一视同仁。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一下吴小姐。喂，你怎么开车的？
行长，您找我。魏景君，你是不是见过吴小姐？见过。那你不想跟吴小姐说点什么？没什么可说的。韦景君，难道你听不出来，行长不是在问你，而是在命令你吗？韦景理事是在记恨我，没有把那船白糖卖给他，而是卖给了别人。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“买卖不成仁义在”。我不希望韦景理事因为这么一点小事，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谊。行长，属下请您立刻把这位吴安娜小姐逐出我们东非亚行。嗯？为什么？属下受行长的指派，到强华兴业公司进行贸易合作的洽谈。而我到了强华兴业公司以后，见到的第一个人，并不是总经理白文扎，而是这位吴小姐。吴小姐是强华兴业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她来接待你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。属下曾经多次向这位吴小姐提出进行贸易合作的请求，她对我只是口头上的敷衍。只是在几天前，她才勉强答应了我的请求。可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她刚刚答应完我的要求之后，她却马上将这一船白糖卖给了其他的商人。像这种不讲诚信、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。金井先生，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我和韦景理事之间的误会，我想您应该可以理解。现在我们能否谈一下关于白糖的事情？我很愿意帮你这个忙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们中国人经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上，叫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。我帮你解决了这船白糖的事情，我也想吴小姐帮我解决一船货。
一船货。对，金井先生想要什么货？桐油。我想从贵公司买一船桐油。桐油是现在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，重庆政府已经严令禁止民营企业买卖这类物资。那吴小姐那船白糖，难道不是战略物资吗？我相信吴小姐的能力。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什么时候把桐油的合同签了，什么时候那船白糖就可以顺利的运走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好，那我让我的秘书送你回去。不必客气了吧？为了表达诚意，这是应该的。木村，一定要照顾好吴小姐。嗨，吴小姐，请。那谢谢了，再会。好。真是欺人太甚了！没找他们的麻烦，他们倒是欺负到头上来了。想秘密贸易不是？我看你能不能贸易得成？这条贸易线非给你拦腰斩断了不可。对了，头儿，老五还在他们手上，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？你骂过瘾了，怎么救？杀到东非洋行去？东非洋行何许之地？是魔窟，懂吗？我是担心他把你给招了。老五跟了我7、8年了，是我一手带大的。不会的，我看实在不行，咱们还是先撤吧。毕竟啊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此地是香港，不是上海。我早晚会让金井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这个吴安娜倒是不简单，我担心她和徐乃娇有什么瓜葛。头儿，您是担心吴安娜也是重庆方面的？她来没几天，就把强华兴业给运转起来了，说明此人不简单呢。要这样的话，咱不如啊，把这个情报报告给戴老板。哎，毕竟他老人家火眼金睛，肯定能看出他们的原型来。你怎么什么事都找戴老板？戴老板是你随便找的吗？你找戴老板不是找骂吗？凡事得多动动脑子。动脑子？啊，就这儿了，停车。吴小姐，这儿好像不是你说的地方。没错，这是一家成衣店。难得今天有免费的车坐，我一定要好好利用一下。够。好呀，我正愁一个人拿不了呢。请。军统这帮讨厌的苍蝇，一直从上海跟着我们到了香港，有权利把这个军统俘虏给我审讯好，找到他们的老窝，我要让他们在香港地面上彻底消失。嘿，嘿。邵总，邵总，审讯军统俘虏事不宜迟，
我建议我们现在就审。这有什么着急的？难道你有什么想法？想法倒没有，是因为木村中佐不在，平日里审讯犯人这种事情，轮也轮不到我们。我们这次好不容易冲到一线抓了一名军统，我们不审，难道这个功劳要留给他吗？有道理。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到。哎。木村秘书，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吴小姐这么漂亮，自然穿什么都好看。行吧，算上一件。帮我拿一下。这谢谢啊。我觉得这儿的款式都不是很摩登。哎，你们会不会做衣服呀？你看这衣服做的，袖子都是歪的，你让我怎么穿呀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马上给你改。快点啊，我还等着穿呢。哎，好好。多长时间能好啊？中午之前一定能改好。中午之前，我马上就要。麻烦你等一下。现在就改，我马上就要啊！您等一下。老板，来了，先生，怎么了？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小姐呢？您说的是哪位小姐啊？木村秘书，怎么了呀？没事了。啊，好的。吴小姐，下次可千万不能一声不吱就消失了。啊？我受行长委托，把你安全送到家。万一出现什么危险，在下担当不起。有木村秘书在身边保护我，还能有什么危险呀？以防万一吧，还是先送你回去吧。吴小姐，请。那好吧，既然木村秘书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没尽兴。实在是抱歉了。一共6件，是78块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吴小姐，走吧。啊，我突然想起件事儿，公司有些事情要交代，我现在得回公司一趟。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可以打电话交代吗？
原来你会说话。告诉我毛森在哪儿？我不认识他。毛森在哪儿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认识。魏将军，之前对你的审讯这件事有些不妥呀，还望你理解。这盒百年人参你拿去补补身子。大佐，这怎么可以？拿着吧。是。谢谢大佐。魏将军，你对吴安娜还有什么成见吗？该我解释的，我已经当面都跟您说清楚了。这件事情，是我没有处理好和他的关系，以致影响到了跟他在贸易上的合作，我应该受到应有的责罚。这件事情是由于你不懂得商业法规造成的，我既感到生气，又感到欣慰。这说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军人。大佐，恕属下直言，我认为吴安娜这个人阴险狡猾，实在难以信任。如果跟他开展在贸易线上的合作，恐怕最后吃亏的会是我们。不，我喜欢吴安娜这种狡猾。只有狡猾的商人才是个好商人，而且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商人。魏将军，尽管我刚才称赞你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军人，可是你知道，我和军部那些人有所不同。我的理念是用和平策反，而不是用战争消灭他们。大佐是想策反吴安娜？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这样。不过，我们对吴安娜还不够了解，先利用她做好贸易再说。这就意味着，你们将来会有不断的接触。是。少佐，他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你休息去吧。嗨。说，军统的人都藏在哪儿了？说！木村先生，还得麻烦你。
里面请。好。木村先生，请进。看着点儿。这还有啊。大华。哎，姐。来，快帮我把这些东西放到我房间去。好嘞，姐。安娜回来了。哎，表哥，放那边。这位是我表哥，这位是东肥洋行的木村秘书。日本人呀？哎呀，表哥，又不是打仗的日本人，这是我的生意伙伴。哦，是。好。木村秘书好，小姓陈，尔东陈。你好。请多关照。好，来坐。来，请坐。不必了。啊，表哥，你快去给木村秘书拿点茶叶来。好嘞。木村秘书，您请随意。啊。吴小姐表哥来香港多久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表哥就来香港做茶叶生意，这么多年了，也就是勉强够过个日子。那吴小姐是哪里人呢？木村秘书，您这是在查我家世吗？啊，在下只是随口一问，冒昧了。吴小姐，你就住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这儿有什么不好吗？我只是觉得这儿的环境有点不符合您的身份。我呀，在香港就我表哥一个亲戚，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面住，我又拗不过他，所以就只好在这儿将就一段时间了。来了，木村先生，新茶，刚上的，你闻闻。木村秘书，来喝茶。不必了。吴小姐，在下洋行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啊，不送。
说情掌柜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纤维，一步一痛，一步一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悬在肩头，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您怀疑冈崎君是军统的奸细，可我们不是已经把那个军统的奸细藤下违警幸太郎，定当誓死效忠大佐。